部云南晋宁系列杀人案告破，公安机关通过物证鉴定和 DNA 比对，现已证明有11名男性遇害。犯罪嫌疑人张永明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被依法逮捕。张永明是晋城镇南门村人，现年56岁。1979年曾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后曾多次减刑，于1997年出狱返回晋宁老家。2008年以来，张永宁在居住地附近行人稀少的路段，趁人不备，对单独行走的受害人实施暴力袭击，致受害者死亡后，通过碎尸、焚烧、掩埋等多种方式销毁罪证。2008年3月至2012年4月，被告人张永明分别在晋宁县晋城镇南门大村、新云冷库、荣城冷库附近等地，先后对陆某、刘某、谢某等11名被害人，采用双手或胶带勒额颈部的方法致其死亡，并将尸体拉回住处分尸灭迹。昆明中院认为，被告人张永明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，犯罪手段特别残忍，情节特别恶劣，后果特别严重，当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张永明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一审宣判后，被告人张永明未上诉，检察机关未抗诉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裁定同意原审判决，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，1月10日上午，昆明中院将张永明押赴刑场执行死刑。